年里头都两边没有了做，年里头变做是菜给菜题，因为两边有河山，因为两边有河水。两边做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众，新生气与新新菜菜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一老外，没有外，一老外。年里头都两边没有了做，年里头变做是菜题，因为两边有河山，因为两边有河水。两边做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众，新生气与新新菜菜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各位朋友，你们好。咖啡是免费提供给你们的。那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哦，你好，那很远哦。哎，你好，你好。好在你玩呢。那等一下，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在我们本分局在这个1911年大正3年成立的啊。在昭和5年的时候正式建设的时候就本分局，那时候在增加这个海端，还有这个延平乡，总共有5个乡。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那个布农的巴布回音仔？就在那个地方，前面那边是。好，谢谢。可以帮我们照相吗？好。来笑一下，1、2、3。大哥，我是来练习那个八部合音的。但是你已经知道了，先喝一杯。我以前也是唱合唱团的，我是唱贝斯音啊。不是了，哪里有就要睡觉了了像这个布农族没有的啦，有一种是 A 跟 U。干杯，干杯。再喝一杯啊？对。看上面，看天空。这样。那这样就不错了。这要高一点了。比较高。嘎造，你在搞我是不是？我哪有？哪没有？我又不是原住民，我也不会唱歌，你叫我去参加什么八部合唱？你不是说你晚上很 bored，只能 watch TV 没有 entertainment？你能正常的跟我讲话吗？我是说，你不是说你晚上很无聊，只能看电视没有娱乐？对啊。你不是说你喜欢音乐，吹萨克斯风？对啊。那就对啦，我好不容易才帮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你要知道，台东警察合唱团是有出国表演过的，我自己多想去啊！可是我把机会让给你，是这样子的哦。那以后你去就好了。好。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为什么？要参加八部合音合唱团，是要祖灵挑选过，要有福气的人才可以去。你是说寡龟之类的吗？哪有那么简单啊？你要先去祖灵的坟墓住，然后祈求3天3夜，
然后请有牌照的巫师帮你执行仪式。对，但是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啊。所以我才说我为了你尽心尽力啊。而且你又不是原住民，我求了很久，左邻才答应让你加入。结果你才刚加入，你又要退出。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原住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退出就是对原住民的侮辱啦。你这样子，其他派出所的原住民员警会讨厌我们呢。而且要是管区的原住民知道这件事情的话，这不就破坏了我们长久一直经营的警民关系吗？有这么严重吗？好了，去就去呗。真的哦。那你以后练习不要翘头，不然左邻会惩罚你。干照，那你不是阿美族的吗？不懂的左邻关你什么事啊？而且八部合音是分局的社团练习，有空才去。你整他哦。嘘，说他，不要让阿伟听到。我是看他一个人在这边很可怜，很无聊啊。而且参加社团可以了解原住民文化，又可以打发时间，很充实啊。那你礼拜四晚上夜班全部让你指挥。不是自己。阿伟，嘘。小慧啊，罗马多马那毛水短衫里面的呀。这怎么没有啊？小慧，起床喽！有没有听到？小慧啊。喂，新闻派出所，你好，有什么事可以服务吗？曾文慧失踪了，她从早上6点半以后就不见踪影，我担心她会出事，所以要请派出所这边的人立刻帮我找人，
拜托你们动作快一点。等一下，你先不要急。你说小慧失踪了，请问您是？我是钟文慧的母亲孙秀兰。不是吧？据我所知，小慧的妈妈在外地工作，怎么可能第一时间打电话来通报说她女儿失踪了？太太，你莫卡来乱呢？卡来乱？有人没事会说自己女儿失踪吗？我是钟文慧的母亲，你大概是新来的警察，弄不清楚状况哦。你叫嘎照过来听电话。对不起，我不是新来的警察，我叫高灿伟，还有嘎照他出去巡逻了。那你叫所长接电话，我自己跟他说。不好意思，所长他也不在。好，没关系，我打温吉星的手机跟他报案。晚一点再请他好好管教他的部属，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喂，没问题啊，莫名其妙。哪个父母会拿小孩失踪的事情开玩笑？这个警察竟然怀疑我的身份，我不明白你的部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秀兰，你也不用着急了哈。我们这个远警态度不佳，待会我叫他跟你赔不是了。这个要确认身份，在所难免嘛。阿伟，对不起啊，我为我之前态度跟你道歉。好啦，那现在就已经道歉了嘛。但是小慧的事情比较要紧啊，你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就是一大早的时候，我叫小慧吃饭，她就不见了，我还以为她去上学。可是同学、老师都说她没有去上课啊，该去找的地方我也找了，打电话给她也没有人接，这不是失踪是什么呢？好了，现在还不一定是失踪了那可能贪玩嘛，对不对？你想一下，她可能会去哪里呀？这个我们幸福里就这么一点大，还能跑去哪里嘛？对不对？出来天全袂到啦，我就错奇怪，今仔日咸的你无简单，张做点转来看去运动我去来做嘞，都是你很忙情咯，一定啦。对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乱紧张？糖茶啊，没有意思，糖我耐心哦，没有。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找到小慧了吗？我不知道啊，小慧就是不见了。难怪她今天没有来代替 vocal 练团，奇怪，她之前什么都没说小杰，小慧跟你一起练歌。对啊，我们那个 vocal 外务有时候很多，所以只是请她帮忙一下而已啦。我叫她专心念书，她全没听进去。受众啊，我讲迄你终于看到小慧啊，你就看到无？有啊，我有看到小慧啊，是当时就早起，我伫路边掠土的时阵，伫遐伸个懒腰做早操安尼。我就看伊伫遐行过安尼啊，行过，对啊，我感觉安尼足奇怪，你知道？伊安尼一个人安尼，伊压压安尼行喺山边迄边，行喺山边。有啦，
有啦，我今摆已经清醒啊，我嘛是你长呢，你确定小慧不是往学校方向走吗？唔是啦，伊绝对唔是行迄条路啦。我甲你讲，我今摆足清醒。学校相反的方向，照这样判断，小慧有可能离开幸福里了。离开幸福里，那不是更难找吗？是不是要通知隔壁的派出所一起找人？那我们现在真的不用太紧张了。好，这个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严重啦。哦，那个阿伟，对，你把那个监视器的录影画面调出来看看。哦，好。嘎造，你去小慧的学校去问问看老师跟他的同学。是。看问得到什么东西吗？还有，那个国恩那边叫他回来之后马上发出那个协军通知。好，知道吗？我可以帮忙去学校问问看。哦，好啊，谢谢。秀兰，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事情当作失踪人口来处理。可是你真的不用太担心啦。这小慧就像我们的一家人一样，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去找她的。可是，阿姨，不然我们先回去好了，搞不好小慧已经在家了。对啊，先等伊休困啦，等看嘛是安那。孙宇都在去。你是在隐瞒中，因为你是条路很辛苦，转来因为赌博的事情。小哥，哪一天会老底，请多准啊。那件事情，爱天数，唔清样讲，哪栋讲唔清老，哪栋是变成天地。叫人用啥？那朋友啊，你低嘛？太低了。你就讲。收到。然后较早已经查过的，佮曹文义小慧，无你嘛爱可能出现个素材，像你无老妈是公布法的。手连去凊彩要同好，你无咩？无。本来是因为印象离家出走的安呢？安尼假片你无买消息？是。陈所长，有中文会的消息是不是？好，我立刻派人过去哈。好，谢谢。所长，硬起啦。硬起好诶。硬起哈。嘿。好啊。你注意看看啦。好。观察假片诶。嘿。好。大比，这个好。所长，帮我用。问你？快递在安尼下下微背，但是关山派出所的警察拢来较顺，我下放意见。前面的事情时间越短越好诶。我再讲，社会就像来路面强样。哎呀，
没找到他，你就问他啊。阿妹啊，唔會用啊？唔會啊，喺講做你前多年，乜唔會強用嘅。好啊。张警员，这个是泡泡红茶店的店员，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问他。好，谢谢所长，谢谢。我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叙述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和一个中年男子来我们店里喝饮料。那个女孩子的年龄看起来和我差不多，但是她和那个男子看起来很不熟。那个女孩子，她就是你们要找的失踪人口。然后她，我记得她好像是短头发。我们不是说好价钱吗？但是我的钱真的是不够的，拜托你一下。谢谢。不行，我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我的钱真的是不够。算了，我不卖了。这是最低的价钱。现在你不要急着走嘛，好不好？你真的不卖我了吗？不卖了，不卖了。我记得他们对话内容好像有谈到钱的问题。钱？就是后来那个女孩子她很生气就走掉，然后连饮料都没有喝完。你说你有看到他跟一群不良少年在讲话？对。然后呢？那不良少年就拉扯的。拉扯。再去啊，不是到我车了啦。那小姐你要去哪里？高雄我最熟。对。啊，妹妹就大声叫救命。几句话你就打人了，哈？哎呀，我妈！那后来就是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就出来帮他。年轻人来帮他。没什么事啊，这我地盘啊，在这边给我呛虾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啊！放开！还有没有其他的？那就是听到妹妹说要带她去医院。医院？对。有人受伤吗？对。谁受伤？就是帮她的那年轻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不清楚。好，谢谢。请问你是刚刚打电话来的3警员吗？对。详细情形的话，可能要请教我们钟医师哦。钟医师。对。好，谢谢。不用客气。钟医师你好。请问您还记得他们的谈话内容吗？记得啊。他们2个真的很怪。很怪。我怀疑那个小妹妹跟那个男生的关系不单纯。不单纯？怎么说呢？因为那天他们讲话的内容有一些矛盾。怎么了？哦，我证件好像不见了。证件不见了。你是要批假领药的话，那就联络亲人或家属都可以压一下证件。要联络我家人不大方便。那附近有朋友吗？朋友的也可以。证件
件是在我们医院掉的吗？要不要我们帮你去找？还是我们请警察过来帮个忙？不用了，不用帮这个。这样的话我也没手段。哎，你还没走？哎，你们认识吗？认识。他的证件掉了，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他压一下证件，好让他去领个药？这样。哦。好啊好啊，我是他妹，我来付。妹妹啊。这个。对。批价那边。该不会是援交吧？这我不清楚。那小妹妹的父母也很担心。你叫我什么名字？叫钟文慧，你叫我小慧就可以了。小慧。我是来也，我知道，你昨天留在民宿上面的名字我有看到。对了，你去幸福里要做什么？还有啊，你在日本是做什么的？我在日本，跟大家一样工作生活。我去幸福里是旅游，到处旅游。我也没说。那你呢？看起来应该是高中生吧？没有，我已经成年了，好不好？我是做网络拍卖的。昨天有个楼机上没有办法付我钱，我就不用还在这边多待一天，还要找别的买家买我的编织手环。编织手环？我只要多卖一条，我就可以多赚一些钱啊。你会做编织手环？没有啦，那是我祖母做的，我只是负责卖而已。你看，很漂亮吧？你喜欢吗？我可以算你便宜点哦，反正你刚刚都有救我。还有很多样式啊，这两个你也可以看看。还有一条很漂亮。你喺用我嘅手啫嘛？用我用啊！好啊，記要找人嘅方法做，好，嘅聲音啊，好。科长，你跟阿伟两个人进来一下。
处交际。不可能，首长，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小慧，她不会做这种事啊。这我晓得，可是按照伯恩的说法，小慧曾经跟2个男子先后会面，又有谈到金钱，所以目前只好做这样的推测。可是国恩不是也有说吗？他跟第2个男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久，这样看起来也不像是绑架。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我同意伯恩的判断。原本我们以为小慧只是离家出走，可是现在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被人家拐骗。事情太了了。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万一对方是人口贩子还是人蛇集团的话，小慧的处境会非常的危险。首长，那我们应该马上行动。目前都还只是推断而已啦。我会请国恩再继续调查下去，让你们知道一下。他今天有事吗？首长，小慧的母亲来了。好，请他在外头先等一下。是。所长，怎么跟他妈妈说？韩哥哥，一天都过去了，难道你们这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吗？都没有小慧的消息。秀兰，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小慧她可能被诱拐。妈桑，小姨怎么了吗？哎呀，阿干马老老，我怎么办？我是双哪在你？哦，这才蛮干呢。干嘛老老？哪里？啊，韩哥哥。没有乱跑，我只是在看地图。看地图干嘛？跟我走就好了。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看地图，幸福里的位置在这一站的北方。可是火车好像是要往南方去台东，我们会不会搭错方向啊？地图啊，我看，他可能写错了。不要看地图，我跟你说，我是这边的台东人，我很清楚知道怎么走。幸福里是不是？幸福里应该是往这边走，这边。不对，应该是往这边走啦，这边，往这边走。事情想请你帮忙。好，谢谢。
刚刚不是跟我说，搭火车到信子乡，要往南走，可是火车却是走反方向。你真的知道信子乡的位置吗？热哦，还是搭公车比较舒服，还有冷气可以吹。喂，有没有听到我的问题？你有看过这边的风景吗？很漂亮好，你不回答的话，我要上车了。拜拜。就不行。你在干嘛？哎。吼，唔係啦，社會要忙咯，兩位本然怪啊。就歹講，你捌聽過迄個人蛇集團？迄偌恐怖嘛，夭壽啦！你甲人迄個肝啦、肩啦、一個心啦，我你掛掛的摕去賣呢。吼，你表伯啊，你莫咧惡白迄個囝人啦，啊啉茶啦，啉茶啦。前面的段好好嘅原嚟，我睇以後講啲怪就啊。實在啊，咩事嘅？日幾日吼，唔怕每日媽媽個清楚啦。哦，咁咩啊？我講緊呢個排泄每日啦。我是有聽小慧講啦，講啊吼，讓媽媽過一個東陽，啊雖然因為啲石頭路啊吼，同迄嘛行我時從大天花每年而來嘅。較開啊吼，我講伊是自己嘛做唔得。人哋哦，小慧我原來喺長潭打工啊吼，肯定係因大天花不易，係保證講係聽我好嚟照顧小慧，然後以後不會留言的。錯錯，哦，那一天啊，我在派出所聽因母講話，哦，真正攏無變，其實安尼看起來足溫柔的吼，其實哦，內底佫足。人食。安尼頭迄個小蘭灣廠安尼較感人哦。佢記錄加門阿羅台咩？錯啊！長官，來查一查。我問你哦，你小慧因母啊，明明就是阿密斯啊。是安尼個性啊，客家人安尼嚴肅的安尼。這個問題很深奧，我沒有想過。啊，阿美族的媽媽本來就比較強勢啊，而且啊，小慧她媽媽又是單親媽媽，壓力會比較大啊。再說，你也不是原住民啊，那你還不是一樣愛喝酒、愛抬槓，比我還要愛唱歌呢。就是說啊。有些人，你講這些嘛是有道理的。對啊。家姐，藥費收錢冇啊？冇呢。冇啊。我們還在找啦。看出來。哎，秀蘭，你來了。白玉，這是你給我拿的東西吧？啊，哎，一起做啊。不了，我家還有事，我先回去好了。好啦，不然你去忙。來，1、2、3。一會動作。身體往前壓，身體往前壓，對。喂，周文慧，你在哪？
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我人很好啊，我没事啊。好，我知道你很怕。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你就说你很累，这样我就知道了。啊，真的啦，没有人诱拐我，相信我好不好？啊，姐，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啦，我是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啊？姐，你帮我在我的房间啊，找我看有没有一条编织手环，好不好？是红色、白色、黄色那一条。对，那一条，你有看到吗？在你桌上啊。姐，那你可不可以拿给我？怎么拿给你啊？你先用纸盒把那个编织手环把它先放好，然后我们约在那个清水公园脚踏车停车场，好不好？你就在那个脚踏车停车场第2排哦，是第2排哦。其中任何一辆的置物篮，你把它放进去，然后我会过去拿，好不好？拜托咯，你一定要带来哦。就先这样哦，拜拜。走。哦。阿妹，拿到吗？来看一下。唔乖，叫一條做埋啦。好，先送他。然後受傷報告誒，抓到天天出來，然後你今日好。哦。阿妹。Hello. I want to looking for Guanxinhai. Guanxinhai. You know Guanxinhai? I want to look star. Yes. Yeah, star. Yes, good. Yeah. I want to see the star. Yes. You know? Good. Good? Good. Oh yeah. I know good place. Good. Yeah. I want to go. Go. Yeah. I want to go. Yeah. See star. Can you speak English? Say man. Say 많이 돼. Say 많이 돼. What?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もう一回。日本語前。あれよ。I wanna go to go to a star. I wanna see star.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阿妹，來啊！現在嘅道館，我已經嚟咯。嘅道館，我嗰邊，啱啱先係嘅道館，我嗰邊嚟咯。I wanna go to Guanxinhai. You know Guanxinhai? Yeah. Do you have map? Map? Oh yeah. This way. Yeah. Go straight ahead. And turn right. Oh, turn right. Yep. Then you will see. Close? Not far away. Oh.
对。Yes。好，关心态。OK，Thank you。Oh, thank you. Yeah. Your girlfriend? 好嘞，好。拜拜。Have a nice trip. Thank you. No Q。拜拜。你做乜嘅啊？你氹唔識啦。唔驚踢你啦。OK 啊？唔驚踢你。食唔驚聽啊？我唔講下吧。前面下，夾夾。你要我帮你演一场戏，你是不是要拿到这个？这个很重要哎。算了，跟你讲你也不懂。